大语文千万字，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摆一日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一日，咱做伙来看到这日就是“恼”，这就是文音。恼代表讲生气的意思，像讲话要恼死。另外一个文音读做“恼”，啊那白音读做“恼”，同款是形容生气、伤害感情，会当讲互人恼着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咱读做“气心恼命”，代表讲足生气；第二个词就要读做“苦恼”。一般咱常常伫咧歌戏的台词，也有布袋戏的口碑，拢会当听到这个词。意思毋若是敢若生气尔尔，佫互人有恨的感觉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，歌戏搬到孔明三气周瑜，周瑜大声喊苦恼。阿公阿嬷看甲长眉，因孙煞甲电视转去别台。阿公阿嬷无生气，是因老爸气心恼命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，恼或者是恼，啊那文音这是白音，读做恼，提供互大家参考。